繼續來看這個新北捷運三鶯線通車一禮拜，發生着未少的狀況，嘛將做新北市長選戰攻防的焦點。民進黨的蘇卡輝講，三鶯線也是有需要改進的所在。國民黨的李四川強調講，建設需要台北新北雙北共治。警報聲響起，通知乘客發生火警。這是頂禮拜才剛通車的新北捷運三鶯線。昨暗時有民眾坐車的時，拄到車廂發出火災警報，那是車內冷氣停止運作，列車閣敢若改用手動來駕駛。三鶯線才剛通車一禮拜，哪會就隨發生火警？新北捷運公司回應，經過檢查，是列車引發到消防感測警示，現場確認無煙無火，旅客攏安全，列車嘛隨恢復正常運作。不過三鶯線通車了後，狀況是袂少，正正哪日為着通車，講對方搶公路，即馬列車的警報閣引發到乘客煩惱，嘛正做選戰攻防的焦點。三鶯線是我們近年來最重大的交通建設，試營運的期間，其實還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。那我想新北捷運局也都正陸續在改善所有的這個施工，那兩市都必須要共同來治理，能夠兩市共治才能共榮。強調雙北共贏就會進步。國民黨參選人李四川選戰的布局積極親歷地方的基站，在咧深起講了隨風雙溪冰火石門三支等行政區成立傳友會，提升地方的聲量，提早個條啊卡。我的對手不必怕，只要對了這個跟台北市要共治，有蔣市長，我跟他一起，一定他是我最好的戰友。這700多天呢，其實我真的就是海陸空戰齊發哦，能夠走遍新北的大街小巷、山海每個地方，那就是希望能夠接觸最多的選民。2026選戰是愈來愈活，那這個陣營陸空戰是做回來，新北北里後之爭是繼續升溫。